那边时间好，所以呢，今天那个好，这几天中这个流水，那为什么今天好？今天到这个座位，好，我科技空间嘛，到旁边上了好，这个公告。这气氛好，这气氛这个究竟如何的好，究竟如何的表现？那当然，这中间让他后面这个结合，就是提高科。那另外呢，这个北方小科然后北东对这个干咸咸，它因为跟动咸，这个保科，它这个保科呢，跟这个爱情的不同，这个要来运动经济这一块一经这个改这种用，但这个爱相信，这个要改，当然无了解，但是修很多的这种用，但是刚刚。懵懵懂懂，你要修到位了，那么是有可能会这个好，所以呢，毕竟咱们讲，成功来讲，一定要调节方向，就是调节方向。那你是究竟如何？就是来讲，因为很多音效，拢有一个梦里面。那这个梦，这是一个结梦，在那个处境当中，情境当中，都我来解。那这个梦，就是这个大梦，这个梦是个奇梦，这个梦，这个我对这个梦，所以呢，你感觉你今天你在修大乘法，因为大乘法本身就是先讲，但是我们这个是先起用。那这个是的话，这个话，那这个这个话，当然咱们是这个达到境界的话，这个不可能。既然说，咱另外所有的话跟做法一样，经济环境塑造，经济呢空间塑造，所以说来讲，很多优秀，拢是接下，很多优秀，拢有绩效。所以到这个当中，一来讲这个究竟有梦，跟这个情境，一年的梦有梦，拢是静，拢是静梦，分静梦，所以咱能够连做5年，顽强这个顽强不如，连做能否去年，连做5年，连就是讲咱心。咱心做见，这个心才能的见，当然也很重要嘛。就这个很小，这个是比较少。所以呢来讲，很多优秀的人，这种都是这个影响。所以呢来讲，连做5年能否去年没有聪明死掉，这个人能守，你有这个影响。这个名字非常有毕竟那边音响，那边达到音响，这个明星见解，给你询问，这是你不可能。所以呢，当然，得分，那个元宵的分，一定能怎样？修这个修梦境在什么有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功用。所以呢，咱修持跟出经，甚至呢，咱随时讲，咱这个世界要大乘法，是人违法，是人看不起，是人轻视。当然，咱要了解，自然经济随着经济恶化，经济就进行的，经济随着这个小的总的当个发展，当然是要了解。这个工作真的多，
那既然这个功用这个光，咱怎样这个条件，刚刚是可能是在以修这个在以前所做的条件，所以呢，讲讲到这个，结婚就是叫人爱家属，要讲到咱讲，因为要有个无我，无我这来讲，所以咱就是修为经，努力点出问题，努力点出问题。你来点，你看到了后，对不对？你问到了后，咱才是家己。所以咱有真正境界，有境界，咱有境界，有境界。那安尼当中，道真正遇到三毛病，三毛病是佛教来讲的一个境，一个境界，一个境界。所以呢，你境界较低，你若真正我有境界，你我有境界，因为这个境界，这个境，你管到底看得清楚，所以呢，人讲说，见义无见。文理无文，见义无见，你个看得多好。你看无诚心，你听无良心，你在咱单纯了解境界，单纯了解境界，有境地。所以呢，这份在开始的感觉，咱真正去修行来成法，咱要行来成法，咱必须要达到有一个无我，有一个无我。你有我，就已经明白。但是这个，咱到第1分、第16分一点，就谈到什么地方？谈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基本上规划咱的线路，已经来规划到分析。但是第17分，就是你按照你这个地方，这个地图的线路。你伫咧城市无较紧，要行公路，伫咧城市就无得了。你到台北、到中和、到金山，直接到桃园，这个是因为你一定要搞清楚。该这个所在该有车越有车，该有车越有车，该有车地方有车，该有车的时候，你有车，也是条条。那个方向一下，所以呢，你这老位就来讲，咱先到底真正听出着咱的这个境界非常重要。那以前就讲究竟无我，达到这个就是伊的这个对谈，伊的这个对立，伊的这个因果。达到最完满的救济，所以呢，就是救济所以呢，咱叫你开始啊，你分啦，这个该这个救济密集，好了你看咱们就要在那密集，诸佛提不言，诸佛提不言，世尊，简单入显如理。显南住显如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温和应住，温和安伏其心，不可诸菩提，显南住显如影，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同生如是心，我应解脱一切众生，解脱一切众生意，以无有一众生是解脱者，无有一众生是解脱者。以无有一众生是解脱者，以无有一众生是解脱者。
新结都是好，当然也不稳然后，啊，然后呢，啊，这个这个啊，然后这反正这些问题上解决，啊，咱可以来好好，你毕竟要讲到就业情况。这是一年啊，所以在说，这是达到监管，也是监管啊，监管监管，也是说，我们达到。究竟我们点好，逆子数我的解不解？这是简单数解不解？我查你说咱们从我的心温和进出温和好，然后以及保卫，以这个究竟它的气温然后东西有温它是究竟它基础温，等于达到最究竟。民国参考这是名言，这个是这样子。不过呢，你是保卫能怎样？你这结婚能怎么解？你结婚你出我的这身有救，这身有救给他做点肉体，或安利就是什么我的就温柔并不不能啊，一些好是保卫你跟我这个结婚，你出我的。就是东比例上要很分的，但是在过程当中，那有一个出现东什么这个东西，但是那这个有多些很喜欢，那么不得为安怎工作方面对，当然是无了解，也叫做无有之家，但在工作中，是他怎么说？健身时间，健身比赛，他健身比赛。健身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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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别的健身比赛、健身比赛，他比他现在是有些相多，温存的，但是第一，温存讲，第一，以他在哪里？当然，这是因缘所生化，因缘所生化，显现在现在对，因缘所生化，就是以因缘所生化，所以呢，还是标准。但是你达到第三、因为现在民间电视里最贵的影响，这个东西这影响，究竟我们现在电视里面影响，所以。这个影响一定达到无上的究竟影响，所以呢，你说这当中，那我这当中，现在公告进总分，给他说，因为连个公告进总分给他说，因为进攻因得到给他分，这个大前进动，第一分就是我打这个就是哪，当然这个奥会练习。第二分就是前面列项，前面列项就是我哋列清搞、列清五这个问题。到第三分就是开始这个讲金融经济出现，讲金融经济，这个金融经济一个是建动分，这个建动建的部分都是东西，都是东西，就是建动分的就是可能达到的原先列的经济这些。所以达到最终点面上有一个这个变化。那最终呢，在当中呢，有个基本分，然后把它讲，第到第几，一共是结婚，第几个公斤，第九个结婚，就是咱们讲结婚，到第十婚，年交的结婚，一个公干，到第17婚，究竟如何婚？第28分，这个
这个什么情形啊？就是情形哈，这个讲解。哦，福地福地这个地分到这哦，变为地分，开工建，干工建设，把那个什么的，干工金融跟以中啊，也总地以正人分的总地的工在七爪科，啊，这七爪科比中国前面多工点嘛哈，比金融分的点好好科，啊，你可能那个条了哦，所以北方老科的还有这种啊。就业行业，当然，咱来讲呀，因为就业，成功弯转，就业是弯转，就业是行业，成功弯转，行业梦想金，弯转行业安全一个成绩，弯转行业条，别人讲，因为你开始要行，你开始要行，如果别人咱们在生产这时候。安全的建立，咱阳光，咱就出现这个问题，阳光咱就出现问题。咱我怎么呢？想负责出现方法，出路方法一些，咱我怎么？但是咱前面就是对结婚大家讲到，哦，这个地结婚，你这个上面是最先得，因为新风景，前几年先给那个好，但是不用那样。好，很快。但是问题，咱就还是行啊，啊，这个行过，咱来看啊，这个行，你一天看过，你要先得起心动念，你要让我你要心，哦，你自己会做，你自己会做，你要先看过多久，所以你要父母，究竟父母你的爱有多久？你要达到究竟，你要做我，哦。你才安全多少？你才安全多少？本来讲过，哦，为什么他说大是价是大佬或大体积上，因安全公司管，这是因为因当然，随中因是被爆发出，好，因是哦这两个哦这个做，经济还是取得那个基本的看，就你上面看到你先比上面我上面。那你们重点去发生不了。好，我们这个苗当然最里面科学，咱对修德，咱对有心多很好。所以咱今天究竟对咱的有心多，对咱的心，别按照人家都必须走下来，你马上来发发现，这一样，我来讲，我来讲，我来讲，好。东海啊，你啥样看呢？你我说马上算了，你马上算了，好，这算，你讲今年怎么算？但是你今年找了，你那个今年找了，比方式啊，你到哪找？好，今年呢，那是进去，那进去，你那是他的日子，你那是你最清楚。那讲的简单一点，那爱提前走的，那爱记录，那记录里当中呢，你都有，那一直在谈呀，这种责任的。刚才呢，那个要求你是在那边，哦，那个是呢，哦，脸书上面在那边，其中呢，那个提前走的，拢是在那边，基本上的重点，韩国到地铁有时间，每个这个环节。其中能改变，好，那改变优点，以前才没人做到。啊，这个公园是我贵州讲过，这个公园以前都是在国外。今年那个，你哪不过去，也前几天你里面的叫火力网在修这个公园，但是你增加的今年这个公园跟十几年话，讲到公园仪器。哦，公园变成1.0倍，所以公园仪器现在呢，本身来啊，那么难的。好，我们合作这次的话，在阿辉叫来他来，可以有点中天中天。为什么这条？自动后果的一，这个是放语言的，一直是他们讲，所以那个。
那个真正修炼就是要利用家己，修炼就是要利用家己，修炼也是要利用家己，咱就行。哦，啊，利用家己，你就对，这个无聊，利用到交锋很难做，计划严肃啊，无聊在交锋是吧？啊，你就该干。但是如果你发现呢，你都是像海一样，都是像海一样，无落去，啊，就开始，现在呢，啊，就开始。所以这大家你这个当中呢，达到究竟无我，如果你一定要有这无我，有我就是这当中，你才开始安全，去安全落地。所以呢，你来讲，究竟是关的。对官员他的这个东西，官员主要就是领导，所以就是我们这话题讨论了重要讨论的这个，用说已经已经，所以应就是面对应这个应这个问题本身一些因，在我们的现在爱的点，但是爱无这个我。无这个我，但是真正才能成功。有这个我，这个关键；有这个我，这个关键。有我这个我知道，我这个真正的没办法安住了就没办法安住。那没办法安住真正，你就会起心动念，你这个心已经就会。给新鲜，所以你这个主体起不了，你起不了，现在主体起不了地位，那这个主体就起不了作用，所以所以才讲不出妄想之手，所以来建什么问题的性，再来讲，原因，那就是。我常表现，这是因为人主体一直有这个干过的，但是呢，比较重要，人比较重要，那你看你先爆发，先完了，先完假如，那人地方睡觉，已经不讲，因为那个终点是搞不出来，那想过，后面这个道理呢？就是人你生的真修了，咱基本上来讲，咱虽然讲咧修道，但是咱真正做了这个这当中，咱控制很多嘢。这个是我想讲，开车会晓开车啦，这是搞对啊。你要用做嘅代志，无法子代志，你才搞对啊，咁样意思。跟原本之前把它做好不一样，现在呢，将多点问题，这个问题连那个空间国家，现在但是在打到这边，打到这边啊，对不对？打到这边，你看这东央这个问题重点了，东央这个问题重点这个放心的，东央今天我放心的，那么。你一如是，我一如是，你也如是，我也如是，就这个会，这不在线。我一当中发觉，一样的心，给个人过问哪里？我一当中讲他这个病，今年呢，用这个心，咱这心，总之你对有些这个气氛，咱们要放这个看。咱有这情况，这个一修根本病来法，一个是常见打工嘛，今天修道嘛，今天修这个影响，咱嘛今天是这个影响，所以梦想之中，你见这些法这个办法，你见的你见，你见的这三个，你见的这你见的这。一些所谓，当你解决了这当中，你会去学习。你解决了，当然我讲清楚了，然后他们也然后你解决了，刚刚我来，然后解决当中，
迄动用就是你前面明白，我哋做判断，跟前边，你嘅边，你若个定义好，定义对了，边你若个定义正常点位是根，边你若个定义已经对了，那边这个边，我哋讲边，那这个边上边的定义定义到了，定义就话的。规个这条咧，低头啊，这条线，现在政府就在问题，就他的包括所有电脑，包括所有的电脑，包括所有的任何的，我这个以前啊，按你讲那个，我那天讲的这电脑，这电脑我给他改。跟改了就会经常要让什么插电风嘛，果实会叶那这个点是代表的东西，好表就叫刷的这些人啊，会员我怎么看那个会员这个点会大放光明啊，这个会员他妈大偏激的，大偏激，他们讲的。原因，人家大放光明，人家大放黑暗。第一个是你很容易变，你就很容易做。我觉得就是一样，修到位，人就应该那么做。好，现在不应该，咱讲的这个业务，咱台湾，这对阿公，这注意，我现在怎么来？他们下来靠港，先生处于高位，这两个高位给你，比方呢，你的靠港空气非常的改变，一空气呢是过后改变，一直这样子来，就打印空气非常改变，不晓得说。这他很好的，干嘛这样？无欺我，因为你很难改，因为咱这个现在的超，真正把这空那个这样，一定是为了动摇，一定有大家的动摇，够进，那么阿公的这个样包括上一点，帮助到的发现，看看。这个本事，另外，几个答，应体育节目也好，一样，是吧？他一辈子这样，一辈子给你保护的，所以你的喜欢和在这上面，在这地方，人们呢，这个营养非常健康些，人们变变我也是变，你是好的，我的是很难的。当然，你健健康健康嚟啊，这是正嘅。你健年兒童健身，你健年已經健好，已經健啦。你健康好就可以，不過有啲咩安全，你要唔要？你這個健食物安全是呢個。但是如果你用嘅夢想嘅無理，你健食物嚟參。你按摩对不对？按摩人本身修的情况呀，真正含能好啊，温馨，这干嘛中国？真系中国，修好本身系中国。要真正能够有更加多点一年的这个领产物啊，多一年这个领产物，真正可以是这个。改其他的考不考？那好了，那就是一个在你微想就是一个定义，那公平公平的啦，那个平衡、讲有脾气、安慰、很真心，都得定义一个善良。讲我把你看什么安慰谁？改你有没有讲安慰？
方便就是呢，这是真的嘛？你现在高等学生经验，你这上去写的经典的经验，没经典的感觉个人，经典个人，经典是第一个，当中的经典是经典就怕被搞chết啊，这个是你的经验，你先听好。听你说，我哋建议当中，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讲？有真正安慰好势，你信不信讲？控制好势，甚至你听听说，你过节气温，你过节风化，你过节注定，你过节是非，你信不信目标？你信不信目标？那安尼才会你信不信？啊，无你要做嘅，你听到，听到点呢？所以你里面的是个他评价，不是简单，你困这是困的是很简单。所以今天都该是积极演进，认识而已。今天该是第一对他不一点是有这样，所以叫第二级的法律，那是哪的法律？那是哪是教会的？你看解不了道之后，还要起修，一定要得力还要起修。你的眼睛在还能够得到就这么相信的，这个叫做以物起修，依魔起修啊，就是依着某之得力以去修行。那专修呢，就是专修在讲。所以你必须把它不离主心，所以要在现前这个法律依魔依修，专心在讲，这个专心在讲，因为你一切来对当中，你的就一切不离这个心情，这个心情不离一切，所以那做然后一切把它不离。和基督经混合修经都不承认，不重要，混合叫年轻版，这个把它就是一切是混合，所以一直不减，专心的中满了，所以要讲一切把它不离不弃，你一切一方面把它的那个刚刚。这个问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你面对这些人啊，我讲公司的，我讲公司，原因，咱这个人，我当好意在做，我当好意在做，大家都听到咯，都会做，这个经验那就难啦，大家都会做，甚至大家你目标怎么样？你目标怎么样？你就是关什么难度？我有这个人，我有这么多人的人，我放心，我有这样对我，我的人生对我吧，你玩的都一定对，你要有自信，这个就是专心在前。专心的是一天吗？你是一天吗？你这个一天吗？唔是讲我哋要正式我喺前山坡上，按我哋这个来，唔是讲唔是修个，修个就是你本是爱去历练，爱去练，爱去面对，面对到你要做出来，面对到你要做出来，跟住嘅，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你条路，没得地方，没得地方，你这是地方，没得地方。这个进步科技，你说话都没了，加入这个进步科技，这个进步科技是啥呢？没得进步，这个进步科技，先进发现，它的服务线发现这个进步科技，这个推荐，哪呢？你说的没哪弄出来？那个什么，我出来这个说法，看不来，你拿着进步在减弱，所以呢。这是跟人家修的在感悟了在感悟。所以呢，老师讲，一点点重的
今日我努力啦吼，有一个地图啦吼，你这是怎么看得清楚啦？你要不了解，但是并不太容易。这个时阵，你才才不去做。咱慢慢靠努力，咱的美国活人做不单单，你还是修道问题，你还是修道，你刚才走，不是讲这个你把做的努力是大家你今日不管不努力，要做的努力，你若真正有这个，那么呢，对不管你大概到底有其他，所以你们感动哈。这属于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一定要要被检测，也是中国来承认你一定继续来到这边，这个是以我之修这以物取修，我就是咱中国的想中用功提前来应对所谓的三观，第一个破工厂。就是过守关，再过五关就是潼关，再过三关就是幕后牢关。第一就是破牢关，就是一个你爱一个人干嘛，你要信。咱时阵若有看哦，咱们是懵懂懂在讲，这样子他们讲讲对吧？这样子，怎么采用？因为讲这个什么宗教书啦，讲的时阵啊，这个连八位邪教，连八位邪教，咱一贯到百六连八位邪教，咱一贯到百六有人了解，无人了解，不能啊，一定是这个。一定说对对。但是这基本上无言怎么玩？无言啊，我还无言做。我讲，那这方面不是讲究自我活活的，你输出没有本心嘛？如果我不知道，这个输出有本心吗？这个瞎搞，他建中是什么人给咱？咁里面政府给咱这个是瞎搞建中，他可以用这个论述吗？哪里问台湾好坏？哪里当中，哪里在说台湾哪不好坏？你怎么讲？对不对？瞎搞跟建中不是政府的哪一个点？这个政府是政见，因为伊最近讲搞的，我讲美民众是目标啦，这叫做永山主义，这个是民主。我台湾民主，这个人来拿毛病，只要一政府起来，拿毛病，对不对？你一贯的这个，你这个八位方法，你怎么才能想法？哪来八位方法？然后假设这个你怎么来用？他这个地方，如也讲过，我没有什么一种义务，因为这个没有什么义务，只是要给我了解现在有这么的一个状况。光想他这种不是你这么说的，你连进入共产党。发生这个法律公，这个法律公吗？有一两个人，你跟我大家，你不理性的法律公，这个法律公是要跟我大家一方面庞大的组织，跟我大家两人民把法律公破坏，因这个反正造成用这个罪名，他取缔。既然法律公现在是害怕。因为伊个努力组织庞大，你看到的关于意义啊，你在这个地方，这个反政府感，反感按条路，讲会学那个，你都有公的今天这个，送，他到现场，你要现在就是因为该叫人关于这美丽，对不对？人工都不要，你来这，做成讲伊这个警察，
那首先你要拿这个米搞出去，进入这些他们都很单嘛，都基本都很单嘛，因为是我来处理的所以今天人讲，第一份都是家宝，连心进入家宝，你不能把动物家宝吗？你让他动物家宝，所以你的决定一点破产。因主播不规范分类，主所有东西，自己不家宝，那就是家宝，自己用家宝，那就是他有的真的不太有收入的。这个是啥？这是主教后那个一贯都讲，在那我们这边，我跑到了网上，我讲这个回来，我可能说的这边经过能够解脱，从听到这条的这个面感到了很所以他才是为了基础的，所以你就好，今天修很多哪部分的前提高在哪里？气要在，那多的有，那你是怎么来的？那成功是为了人，我讲好，你搞讲好，那有竞争力的竞争了，看到你很好，所以变成讲到对，所以改不掉节目，节目，那你困也就是分解，就是分解。所以我告诉你进行把你不能处于分解，你不能处于分解，分解下面呢，那这个里面就是开悟、脚踏力气修，那你经过了北关，脚踏力气修那都是，你不告诉你讲得破头分，可以破头分，得他破头分。有关你要开始的人就讲你已经都能力，没有勇敢，你肯定行啊，肯定那个首先我要修到你那个我也在这里在这个人家底下，当然这个不到台湾，我说台湾的人家我要看到台湾的人家。就是这个在好看的困难，以拿在方面，以拿一些好的，够科学，听功课或大成功外办，所以吸收感情上，感情多就变，感情要干，所以你一点不要干，而且那个领课这个，等于说你他把这个去领这一点，这肯定有一点对吗？当然这个才会插管，这个插管。这个插管怎么样？的利益，这个脑关是从利益来正，脑就是肩的，你一定正道什么？你总对你典型的显出肯定定点，还有找到好的。所以如果那个人不开放，那人这个长修下来，那你哪在开放？那是开一个点。连这个忙修的进化会在这上特别注重，现在咱们人才完了哪个更高，这就是个高强。所以什么？你的话，也不让对，也不你看正的嘞，是对。我哋播你讲运动国家广告喺大做是正常的。天嘛，就这不让人，你不要懂，你这是虚实。我这是以后也对的，都在营养低，讲营养低，我嘛听唔对啦，因为这放在这上，所以台湾这个科技现状整个都是蛮危险，所以我们把它搞起来。地方搞来这个基本上大一搞。基本上难搞，也现在在这个人上，我讲你两个希望最大，咁其實基本上嘛嘅最大，呢啲人真係叫我攞嚟嘛嚟搞，你話你我呢個嚟叫佢嚟搞咧，我話你講，他們，所以真正一貫都是以正確的老師嚟講，你自己講那是嚟搞。你经常那边搞，所以改用盲加修炼。科比呢，例如用
你的目睭来引导你这两脚去行路，你会行袂到。你把这个天天，我就我讲，我昨天讲的我给，规开始，今天规年里面哪天你知道的，我给，今天那个港务公司，下一个我好，我带我带吧，我给你。你哦，大家贴你过两天，人家叫我做我也我讲了我做我，这天没啦我，咖啡你把规划的给他的给了，这条这真的多么东西怎样？后背你再怎样？我看我也无开我到了，我也，你对，我怎么后背？我你当然就不会那样。我同年代啊，你講唔使一嘢你，你講，咱就話咁樣對啊，最能呢種嘢，咁我唔敢寫以前嗰個，我明出，呢邊拍嗰個拍嚟，而我怎，所以呢，而家兩不完兩線，我寫一個你一包，我同寫這包核心，你核心在這裡，我同寫這包你做，你會怎麼講？你是哪邊都對啦。我两个我自己也很好样，所以其实呢，这个小弟在后面，你反应清楚。这里边呢，你说水的，虽然一个说了，不是有那个法，有没一定法，有这样的法，所以肯定好，那你他能力法就会很好哦，那整个房子的家电好，每个人的这个都管都行好。手机上然后那是跟到有和讲，这懂吗？有吗？对呀。第几天到中国吧？91以前到这边，这就是得少为主。得少，就说你修到中国呢，你比如说我不用要去啊，我可能已经达到最高的时候。得少就是得了，为讲，就是说这，你先把讲过这个我经验，你这多人这人他看见，这个作为之前没就是呢，这个咱们学校的重要的，有未来的教人。空讲哪个老师？应该很多的化妆公司讲市场那个搞，你讲哪个老师讲那个那个什么？讲我唔问，这个你讲呀，我讲不过去，你的眼神给到位最好。我这个唔问呢，我等于这唔问叫谁？这唔问叫谁？你听我，你那就拔刀了。到了这个讲到这个这样，这个五官的都是这个，所以肯定很难。我五官我是为我一直是为他没两关，他就了我五官我是为我一直讲了，就讲了，所以这个得少为打安的那标准的讲不好的。但是呢，你这个说了好，修行用功都会知道，第五修的财功，你用功了，你这方面就好钱，你的用功这就是以为第五的结果了，唔免再修行啊，所以呢，修行无法，修行叫做第五家的一个概念，干解开的解，那么到采用现解解开的解，来希望大家努力，往这里再继续，这是现在分享，这是我们领导忙修下来，希望你在看待这个非常困难，就这么好，所以呢，这里通过介绍我们的检查保科，到对检查减轻。新鲜的这款这种这个险修正这个
这个道理啊，经营观众不是讲，所以呢，我当然讲，为了印度，为了靠这些，这是对我是讲，哦，咱其他的人对我是讲，因为这是基本概念，哦，要我们生气信心，一直讲到这边，计划之间为己跟敬重的敬重问题的大哥，咱我一定理解当中一定对我来讲。因这个道理能够对我来讲，有人能讲的，能讲的，所以咱自己就能讲，可能是事情，所以依法去结婚，这个敬重分是法律，这个基本概念。第二，第九，就是必上有上分，还是推广相处，行好推广相处，就开放看，这个开业。要深入去建造这个婚姻，消养上婚夫妻这个敬重的这个婚，就是兄弟，你一直在做事情，哪一个是呢？这种上婚推广他相处，基本上的功能，你觉得这个经常人家没安住，你应该出现，当然呢。你的相信爱有水看，你若爱你看，你就无相信，我怀疑，可能你爱看，你放弃。就我怎讲讲，这唔共款，我们就要承认，对不对？我不能人家讲我自己相信人家，所以你们的逻辑这是要承认，这个发生跟我一样。这我们经常说，这我们经常说，相信这个说法，以前都是没发生重要。能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技术对，会让人竞争，会让人成功，会让人幸福。但是真正的爱相信人那些人，就是分解进去，你这个这个假如你不说我自己，那你也不信，我他妈是可怜，我他妈是可怜，不要讲到国家人规的这个，当然这个嘛是然后，人规的这个，你看他真正不行。现在我直接抢在你手机里加入去，一做点这男生，基本上他就跳槽。你这样你进车，你这个你我懂清楚，你真跳到对你说的嘛，你这个人没，但问题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在他花园这类游牧民人，游牧民人，这个曹公他已经看开了，但是他已经看开了，他要出来。第二个他说，这个你要开一个单位，有些人两处方法的，这个有些人研究那个些人。压力好，压力，这个你要公司的咯，中间没管你来好好说的，但是这个就把非常好好说的，公交啊，拿我直接我不来，以前也没公园，因为那是亲人才管的。你讲你租这边作证，你两个把它作证，你来开到底是哪呢？我们阿宝只能来作证，信仰先做个作证的，这个里面那个，所以印象进入印象，但是虽然说不一样。因这种啊，就话为了我嘛是非常看重，因这个后面这个要什么原因的，他们想怎样，因小弟他们想怎样，多出来就是就是一天他乱发，以后我自己有时的很看重，虽然说不一样。我不出来，但是都在打他不习惯在我们经济的，你花给你就是要按这些都在打的，以后到处分，
我相信他是真的。所以这回伊发现啊，这个领天鬼他有了，他不大做这个领天鬼，因为伊发现有了，比如说必须连风啊会很感动，当然为了他过来太好了。所以你听过来这个这里呢，要深入，你要相信，要深解，因为你讲你一直讲了，好不啦？你就差别。如果今天咱讲得到，哦，在他的下方，讲的话，这写这个讲会的结合，那无列有，或不能讲的，现在我讲的好，那写这个干好的写这个。东西还是先没讲过一次，我当时讲过原理，用讲过了，现在这个结合就叫鸟了，因为讲过都是那大家讲的多少，啊，这个不能去讲，不能修正，比较不紧，比较不用紧，比较犹豫，比较前后犹豫，到底真正要讲过一次，你没机会啊。你有机会，你也提前预查，所以这里面深入解析地区，这些讲说，这几笔比较啥，比较比较偏究竟如何开始高给的提醒，这样就是要比较起胸，开始，开始加个修德这个东西，这里修炼不是普通的修炼。是心态，在这个能力以后是修行，这个修行还是要依着这个力来修行，依着这个力，要你的发挥这个点心前无忌，点心前无忌。那也应该整个公你的气温，你就这个奥无忌，这个光这个，兴奋的。在我告诉各位，我们在书了，这个查非常分别的经典书了注解，基本上我们这5分也可以从这停车课了1节文科对韩国然后我们再强调一次第17分就经过详细就基本上每节全记，他到课来这个。咱面对孩子，咱就要对我好，面对我好来这方面，咱自己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用的地方，你说你这个哪些？你对这个哪些？你这些我肯定来，两个看起来差，因为看起来是修，两个看起来，因为经验对孩子自己去学。咱这些反观咱自己，这个是个，安尼拿呢，用来理解以后认得，这个了解以后认得，咱就在这个好多可以修得，咱把这个实力记清楚，咱把这个讲清楚了咱这个孩子的讲这个东西这个竞争的这一堂课究竟这个讲述就分。为能够这个当机同论详述，当机这是东西的东西的是我的东西，当机者，就这个当机者，咱讲东北看他写的东西，那几种他得好就是当机者，几种就是主机者这几种这个当机者。就是以本身的体验讲，因为伊听有时候咧讲的物件，甚至有时候咧讲的物件，只属当地怎么样，伊嘛要问不得，因为不得这个开始讲，因中是精神把无人这个是可以听的，因真正这个移动来说，所以我真的听，移动的东西我真的听不了。但是伊多头我听，你讲哪？你讲哪？但是你这个这个按左右公务员的起啊，那个到这里公安官能听
等于难听，一个当地震吼，所以当地人同分难做，就是讲咱中国的各种这种这个强度的安全性能力，但是他们在讲的这种讲艺术，讲这个用这个问题的意境的东西讲好。所以呢，因为呢，这种这一科的这种叫这个文为啊，到现在这就我们啊，有在这个讨论我们因为呢，它里面的东西，云的大多一些云的安全性，完了这个蒙这样的东西这个地方如来蒙发言，如来问发言。我们就是这个七条，按照7条教导义然后不同的问人们的问题啦，来发表回答这讲经体助心的这个道理以这样的例子说秘籍是我的学点，这个秘籍就是说公告给法官的一个。经过经常的法官的基本，所以呢，这个基本是被公告给了基本给这市场的，那我要达到成功，移动经过现在这两个基本都是成功的，因为是我这样问，但是公告这个基本真的这个力给法官给表这个基本，是我的有后来。2来4分钟，简单做解处理，按这个什么点进温了，进入温了，然后已经当然，那我打打过，这个问题情节不同，情节不同，简单做解处理，先很重要情感不同。1年那个1年中期，你结婚的简单做解处理，人们是这种演技，我们都给出来了，这当中。这是对外这叫演技的这场就分不了这个这场是没安全是没好相信，但是其实我一经过这意境了，因为我的事件是广告，我的事件是改变，有优点的是有优点，我给你点出现点是这样的，这里出现不能就是改正。这个经过这个细分后边这个墨镜这个给15分后边，这墨镜数线，这个墨镜数线这个水晶的线，墨镜数项是广告数项，所以你公告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就准了已经这些公水晶的数线，是广告你得可能数项，这个是可能这个要看。所以来说，第2分简明这项中国问题，拢是讲在呈现不同现在是解读里，经常人我的反复，没这个只能解读里，简单这个只能是解读，没有按照什么我的力，这个呈现不同。所以能眼睛跨度有点一夜不低，舞台有这样，但是一定不一样。这个简单做解读里，伊这样，一种反复的简单做解读里，但是因为这个简单做解读里，到一经问到一经将会解，将会看，将会选，这个简单做解读里，这个发生的，所以呢，这今天讲到这好，发生加就是发动的意义。发现非常重要，你需要这些，如同你自己的经济这个大业来讲，这些，那你希望反正，那他的出在这个情绪，那这个情绪放出来，这些，那个经济的做到好事，会做到的困难，今年。跟好几套手机同修，为什么同修属命差？
数目大，这样才会你可能推到的。你家好，你家，人好在这里，这里采访，然后这生产。如果一我嘛做得到的，哎，怎么怎样？哎，可能在台湾，如果你办在如果第花莲的哈，花莲当地花莲的建设，第三样我去这个是，刚对，他你问我讲在我旁边哈，OK 的，这是可以这个。一个月然后，我还弄电脑，我这个珍珠的啊，因为你以后这新年嘛，珍珠的。所以主动科技，主动难关这种定义，我科技是什么？回力刚刚，有点像接触的地域的行法，你这分，你这接触的地域的行法，但你基本上来讲嘅，这个发生，一发生，两发生先，所以看来，这个发生重要。那前面发生先，发生先。你只能见到一个，但是你尽量把阿弥陀佛拿好，因为小点马路里，因为什么？你应该在这方在地上，你是社会，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根本这个大陆环境这根本成不了矛盾。但如果任何这个经你达到的经，你的经达到的经，因为这个经上面都是经，你的道上面都是经，你的经，哪怕有如果因为这个经的道理，这个相人一点个列到这个经，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梦境。但这个我的价值观，我的阴谋这心，这经济想办法，所以这经济想办法，所以我两个部分发生就有如此，如此已经显现在，我两个部分发生就有。那么最小的是变化法，但是这是太多法，今天太多法，那个法不够法的多法，那个法，你先别先，你们先啊，对不对？随便我流浪那个好了，咱们他在我的去过，你俩跟着我在这喜欢火锅，你们在俺们这不是嘛？别不是个说。未来给他们在本地去做的，今天还是别人他们就讲道理，因为那个这个生活都你对牛真正的你不好，这个结果你好像跟那个人家这个人好玩的，但是现在人你会怎样？你现在讲的猎人，非常的猎人，唔是嗰啲聽佢哋廿幾年嘅唱歌，我哋而家啦，有啲嘅朋友如果廿幾年嘅唱歌那你聽我畢業時，那聽到啲那好聽，聽到啦，你睇我哋睇到啲嘢聽到啲唱歌，我即係我用我明白啦，都一樣嘅情形，所以真正嘅聽到你啲東西，聽到你啲聽來華語，啲聽來法律，啲聽來結構樣法。其他没有简单，你大人我把你真正未相反，你大人我把你真正未做咧，真正很简单。看人就规矩，看人就规矩，不简单。咱讲到你问这个什么去弄的，怎么对哦？我们看呢，现在做人家的话。我看问题的哈，去的我们也那很多去做了，
多啊，然后多啊，哦，所以介绍介绍，又归水，又干，就这机会，所以多应该干的是，这个这是发博的这个发模的发模的但是这个该看法，所以发心就解，发心就解，好，这个发心从发心到就解，就心，发心开始就解，对就是该看，这是能够看这个心啊，这个逻辑对，但是逻辑已经这个逻辑这个已经先发先进了。这里先发对了，按照没有意思。这些天哪，我发动了你看看回到我这边，然后我发动，你看回到我这边，因为发动你规律高了，对不对？你若发动，当然发动无问题，主要练对。只有经济能够发展，你可不可以做到所有？但是以前个别情况也是啊，以前个情况也是啊。那今天这些火车，你如果火车今天就火车，你火车就不在上面，今天你看看我们做的，给他知道，还出钱，按照规划，按照自己规划对，那是个咩情况？给他知道不了解了。然后飞机，然后飞什么？哦，这个新飞机飞，他为了新增我们的体会，我们的开启我们表示的体会啊。那太好干了，好干的说，我给你这里上面我来这里很低哦，啊，我给你这里再变努力，你这份子啊，再变的这明天肯定走了，难道后面一样你去做？以前的当然上飞机在里面开始讲嘛，在什么这些介绍，他可以现在的一人的处的，一人包括他接触，就目前的基本层面，一天给他或者，所以那把会打的那就太教育，你能够，你们别把搞的是我按就经济了，好，按就经济了。虽然你想要救经济咯，但是最重要，你要救经济咯，去到那些不满意，去到不满意，那这个人讲的真的是，那你这样经常的发生我，还是在泡茶的，还是不满意的，还是还是花钱啊，下面我要写信，今天呢，人呢，你让我这些都满意，真的是不推荐的，怎么样？你这个经常的规则，跑在这里有个单，我没出来，所以问题上问题是个，所以发现就是不一样，这个发现非常困难。好，所以来谈呀，修都你说强强的，我讲修都你说强强没强强，你才个不讲。但是呢，像这种像我们今天的英文有你那个些这个项目。尽量不能有，所以这边我互相建立敏感的，这样子互相就得好用，这就是建立对象。好，这个心好，这本质上面发生9天，这个发生就是按发生随比例呀，来改变关系，按建立互相建立。好像发生我互相坚定的，问题就互相坚定的，但是起码能坚定就互相坚定个，真正就很解决问题，一个看看人，也所以爱纠结就是爱来修和现在那么快，这修行的这个心，所以这个话题。花式压力比点变化轻，哦，那我就讲好，
第二份啊，8万你就有感觉看到第金，到第17份的8万你就有感觉看到第金，这个8个情况都是。好比表象的话，就是真正的话，真正的话，就是讲我真正失败，我真正。而我的真正真正敬奉的物件，咱哪能知道？甲你生活20年、生活30年，迄个发展有成效无？你个想法嘛，一定无成效。你哪能去知道发展？清彩彩，咱讲哦，你哪个正常正好，迄头一条嘛，迄种报纸啊，报2000、2000，都我这里啦，这里比较好，地位最低啦，当。快乐条件但是咱路行请到咱老现在中间迄个出来输赢问题出来迄种现在弄到迄种所谓的沟通的啦所以这就是成功。真正到这地境啊，人对人亲近一点这就是亲。我有一说我的好朋友，这你拢得讲，但是你不到。所以人讲做嘅，你嘅目标要立某立一个，是这来属性。你属性中的这张就有人物，可是那个真心安高人家说，可以说因为真心无完全安住，要真心安住，那又何必来安住这个呢？是我们真正为什么会安全呢？因为梦想心就讲无缘啦真正安全的我就是这个梦想心都无缘啦。所以请这种来甲咱探讨这中心啦，梦想心啊，方法。所以说真正咱来讲，不得因为讲你定的的对象是接触接权。结果讲个大嘅开始，你哪不搞这个10片10株，这样所有，这我们也是好了，这是好玩的，这10片大家都会改起这10株大家都会改起这10片大家都会改起这10个大家都会改起这10株到10株无法1地无法这个株靠出来，株10株10片，就会有这个田这个大田是不是？单单就是田你田也不像是田一点田在一无法就是它的方圆10的不是这样。你那得安全基本上还是变成那更安全的得安全基本。让其实所以我讲，很高兴的这场的引入这3个定句，这定句、这定句、这定句，可以进中的还是进入正定句，意味就是在导演意味就是在导演全都，那定句那基本上都讲的，那你就懂，但是这重要目标不能叫我相信大家都有。是不是？那他最后最初都反正在讲，咱讲原因心理权威先啊，这个个发言，这个主公讲，伊讲我采访他们，伊讲我虽然对你无错，但是主持要办我，这个啦，这个个受证，这个会员啦，受证会员，容易会员啦，容懂了。会有我唔知啦，我咧开玩笑嘅，都唔知係點而家啦，一年做這波嘅呢個事，係個做到地方，所以對象一點，做這清楚呢個班節能力明白容易會員其他人係寫了工作啦，所以呢，呢個先拿正定。他不会再动，所以这好像刚刚
变好简单。无论这个是怎个情况下，咱既然咱是想法，咱过到未到啊，咱就唔想操我，对。真的想不对，原来你想不好，所以他最后给你建议当中，咱这是，咱是属修修来讲嘅，哦，咱是属修修修嘅讲，可是咱这真正啊对老公，因为这运动啊，这真正啊真正安全嘅问题，因为真正，哦，完成我真正完成我安全啦，吼。所以，咱的相信啊，跟做坏吼，哦，所以呢，修炼的方法，是吧？啊，真正为什么不能安住？因为相信它是社会的嘛，吼，是社会。所以呢，假设真的来安这真心，啊，行这梦中心的方法，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行这梦中心的方法，那就是这东西啥？刚才两个情况。啊，情况哦，这有的人讲，希望你咱按照真心嘛，按住我这心嘛。啊，当然啦，讲呢，你对人心按住我这，你其实按住我这心来，我给你按啦吼。啊，是讲呢，当平时在人些上下岁的来心理咨询的时候，你就按住我这心咯。但我讲啊，我除非个心呢，用哪个来安抚我哋？即係心叫到我心，我呢個安撫我心，啊就俾安撫我哋。其實呢個心嚟係安撫，而且呢個心是對你嘅主性用頓嘅形象，你可以控制自己，你可以設立嘅出來，你可以看我自己，所以夢中這個叫啥？這個好。相信方法，这个梦想心是最邪的梦想，因为咱阿鲁的好多梦想是磨了你以后，你的思想上就要因为你的真心，爱为你的贡献知道，这个是一定爱把它拿掉，所以要关于他后面这是到然后会知道。跟一点跟经验啊，这种吼，先说到我讲主要的外面新外面的比较讲，这点呢咱爱变成清楚吼，但是这个结婚这个问题啦吼，现在现在结婚的离婚啦吼，这是到米粒，这个问题就是讲但米粒问题讲啦吼。爱夫妻对这个是叫，因为今天同样有三个有人他我所然后，新男是女人同样的问题，有能力有很多五节的人口接受，这个连比较，这个多比较，一个能指导，一个手所指导。这个年龄对咱累积搬进出来讲，搬进出来讲，能力手健康，外健康，外健康，按人手对应的人，我们来说，我现在一下，因为我有一个人有一个我嘛，有人有我的对应到重心嘛，重心就是重点重心嘛，来当做手所以这个人手。所以呢，我们3个来后60大不可能所避免犯下的侮辱了哈，所以所知所发现的境界，所以才一直在开导我们，用不定主见，就为家乡民这么前进的哈，这家乡民拢是家乡民法拢是这段经验，那自己说这个。所以把经验这种经验经验弄到通掉了。可是你现在奥的连接种的事情，都讲讲，这个家乡民出法，这是我建议讲，叫做手是手。来呢，你现在的这种呢，这个起步做不了怎么样？
所以呢，能知道，所以北京公园的地方，我们那话不讲过的，然后打我们体育公园的这场中有标语，我点一点就一点比较点5点4点，好，有6叫我讲有叫我讲这个我点一点就一点比较点，这个出边不应该就他相不应该是，跟公园这场我们好表好玩。我点这个经典，好，经典类这个起点，有你其他的虽然我你我如果我经典的话，那就不用看人的同意了，一点一样，一点这样一样，也不很麻烦。但是这个，这肯定是经典起点的，一点一小的那样，那原来拿到很多的，我可能更加这个。这个历史总係一樣，一個地方傳過去，現對上嘅話語，而接下去嘅對不對？佢叫做正，佢叫做前正，呢係話上。如果佢哋話人哋眼見你開始做老闆，佢叫話上。我哋時間跟上面速度，上天速度好嘅老闆，佢叫前正。我見上面咁可以，我見上面我都有。即係我哋上一塊嘢叫經濟，係咁有意思。所以經濟跟華上呢是會相近嘅。但是咧，沙頭嗰種經濟，佢哋嘅沙頭嗰種華上，等條啦，食相相互長。所以而家地頭本來都係咁嘅，所以個地頭本來地就以前嚟講，你靠究竟我一點啊，考慮經點啊。這些事件一定要去調。我決定我做這個點一種，因為不同呢，我做一種用這種叫做是另外應該就是叫是多個叫，這個叫我決定點用這個是叫點是對這個叫叫做點是零叫，也叫做多叫，也叫零叫的點。愛把今年做這個叫目標，累積後嘅連接標，這個目標，所以其實就係現在我很新啦，我明年啦，都係個往上目的這個也係往上進，所以要來參考這個累積嘅往上進，為了參考累積嘅往上進啦，這樣時間。這個含心比較相符，所以其實係不同人講咁不同說明，簡單做寫路理，我把你做什麼為心，都簡單做寫路理，不可說明，當然複雜是我哋講，比較複雜是我哋講，簡單做寫路理嘅，我把你做什麼為心。這個寫上做寫路理的，那主要大家說，所以比含進點這些是寫路理的意見，跟他們相講。但是說你當初發的寫做寫路理，剛才寫的他會20年、80年、100年嘅寫上做寫路理，雖然文章就講但是也意義不同。應該有這個，這點因為在隨着一個經典的情節。去打發嘅，然後你經濟報告，你咁樣記得，你應該你這裡你這個該處理啊，警察嘅，一點我知道按那個可以，那個到底一點分得是夠嘅。我按呢個我哋當然。按照我的心啊，那就怎樣告訴無上境界，然後東經無自性，然後你先這個無自性，我境解脫一起眾生解脫，一起眾生意，一無一眾生可解脫，是這樣來了解，因為這個那講一樣，然後東經無自性。簡單做寫路理，我無用定律的理解那現在這種理解，這種理解，當然這個有理解，
本身是心，心不是有无开始。我应别多一些重心，别多一些重心意。我应别多一些重心，别多一些重心意，而无一重心是可别高价。这是为吼，是无一重心可，而无有一重心是可别高价。是无一重心，而无有一重心是可别高。咱是第二分，这道安怎讲？这道的有一个叫做而无有一重心，而无一重心，无可能，无可能。是可别高，现在呢？无可能。是无一重心。无有一种心，无有一种心，无有一种心，无有一众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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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的一，无有一众生。正梦境第三分，哦，第三分了。是无一重心，是无一重心，科学高考是科，第三分。是无重心的高价，是无重心的高，这个高价一定一嘛无呢？这个高价是无。一多出来，这个是这个是离婚，重心特别多些，对啦，重心特别多些啦，特别多些，一直哦加出来，一直加出来，是无重心特别多些，是无重心特别多些，是无重心特别多些，特别多些，是无重心。对，而无一重心，特别哦，无有嘛，而无有嘛，是不是？是个开始。而无有一种，哦，这是话吼，这段是第三分，这段是第左3右17，这个经典吼，这个经典看，这个经典来看，这个是他们对不对？这个是对不对？对不对？是。然后是无意。是无用心力的，这是开始中，我想然后幻想，我想用心了。这是谁讲啊？讲这个心想用心啊。哦，因为这个人，因为任何。个人的看，因为个人的看是安尼讲，因为讲，现在是人努力，我安尼做很好的，只不过他这个你的那个你讲好些嘛，你这个讲好些嘛，对不对？啊，你这他还是新啊嘛，你当然已经你差不多可以讲了，这才是新啊，啊你，啊你这才是新，你跟那个是总是正确，当然靠这个钱来的是。这个嘢累积重心，是不是呢件事啊？而无有一重心，而无有一重心是无有一重心，这个重心唔同
个公民标准贡献，因为那就是本身批准项，本身批准项，本身低调，本身最起码，本身按照本身我说，本身都你摸出来，本身都是怎么样？你这个你讲在宣传，对不对？对，有的对什么？你不然，做就不能今天后来就今，做就不能今天后来到底就今，你怎么就听到没有？到底是中间，好吧？然后你的前提呢，你们不懂，当前正确吗？不是开幕正确吗？这个是决定怎么样嘛？或者正确吗？不是正确在哪里？因为现在是这种情况，按照到今天达到一个前提目标目标，基本上你一第二阶段二是如期进来，这是如期进，这个签约。清净、污染、发生，这个就是底线。这个清净污染的发生，按照清净污染的发生原因莫因免受一起用心，免受一起用心力。义务又一种的一个东西，因默认这个默认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东西来自于心中的这种无限信心，无限信心，你的看见要有真假，要有真假，清清一点，那他们就按照那问题是，现在他们说的我非常一直要公正，但是这情况是一点。性格，咱把握非常非常怎么样？希望把它提供上去。当然，讲正经的旁边讲正经，咱别别多，咱讲别讲正经。这人讲正经已经别多一点正经一点都没有，没有。但是如果有一种是不是让谁正经哪里走？你现在都有的两条的道路，就是你有的心，你都有的梦想的后，那个你的梦想心，那我跟你说就得到。今天呢，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就得到我的后，当中呢，你要有没有力量？你别来用东西理解，你不一定会可以搞，可以搞，你这个关键呢？是否在用我们我有用究竟就是比较的在中国的，是这样个。其实关键呢，这个国家你给在五届的中间，每个在我摸进思想，北方有法定思想，北方有空间思想，你这。